通天印。咱下晡迄个三宝修法，咱个了书来甲咱切倒去讲吼，这是要互咱通天的。所以金线是要互咱通天的。人讲咱有通天的本领，咱这条道，咱的学道，咱修法道吼，是要学通天的本领呢。唔好要沉迷在人世间做烦恼，这是垃圾的吼，咱袂清清白白。所以这是一种形容啊，内容也不精，外形不自私，安尼敢有无？也无有够济啦，阮进步讲的十年有够济，烦恼囝，烦恼孙，烦恼家啊，佫袂生，烦恼有够济烦恼的啦，伊讲老烦恼，哦，真正是咧老歹命。所以好命歹命可能袂过。无法我家己讲无法遮空，迄个空空，空空，因为无法听我拢讲毋知，空空空空如影啊吼，这是空性灵哦，伊会食啊。所以吼，这个内底若无精，拢袂清啦，安尼闹做来就自私啦，有这讲的道理啦。虽然天书离诶，咱共款。我是金线拄个顶吼，所以讲金线摊、金线链、金线绿灯是好诶，因为咱活伫三界内底，四生一个轮回菩萨不灵修，佛不灵修，大天者不灵修，所以伊必会互上天甲伊受即个。可以通伊的天命，可以甲天下寄托互伊，互伊来甲咱传道，甲咱授业，甲咱改变，互咱扭着即条花迄个金线。所以金线链、金线摊、金线一段性命很好转。这拢是咧形容咱内心的一种的简单吼。那么咱内心的去带入咱的讲话，咱的行为，所以你看咱来做人拢安尼。因朋友咧吼，因为咱对人有尊重，咱有规，咱有礼节，所以修行人上有礼节，爱有礼貌，爱有一个即个重节，咱来讲，就是拢要学习这吼。那么这是即个金线我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咱即种的即个尊师吼，是真正做有一个即个来源啦吼。所以咱对咱的书，咱上面的比如魔书嘛，咱的前辈者，咱的内底者，咱的前辈者，这种是咱该做着，咱的由于咱的即个讲法书，但是我感觉一件代志做微妙哦。我前天吼有对讲法书一个的经验嘛，然后应该是对不大规吼无共款的讲法书嘛，最妙就是妙的，讲我感觉讲吼，这温厚一个就对。那会遮奇怪，各位讲完书是无共款的国度，然后伊就泰国就泰国的，新加坡的就新加坡的，来了就来了的，来菲律宾的。但是遮的人才就是吼，对讲完书比尊敬后辈较尊重。我感觉我是奇怪，这讲完书也无互伊啥货啊？迄就是伊讲上好的摕来互坚持啊，讲完书哦。对他们是负的尊重，我感觉讲，得足好诶。我感觉感觉讲道真正道真，理真，较自然，自然就是道。这个是微妙诶，咱相信咱若做讲师诶，也是讲咱捌去出国诶经验，相信咱也当感受到这一份我所讲，我无咧欺骗啊。伊真正有够重视道诶啊，因为讲完书讲出去，然后伊想要订着乐透安尼啦。但是即一份的尊师甲重道，伫咱台湾慢慢渐渐保持。所以咱个过来，即个上尊师重道即个课，过来习，咱的初心叫做来。即马社会是流行叫做啥？初衷
过遮，前提点完书，咱就前过遮。咱咧讲话言语爱谨慎，模范。若讲一寡吼无细三个啦，你知影意思无？你无重要吼，我讲咱是一寡细俗的，你讲话语是悬的，咱相信。讲道言道语，道的行为，道的态度是悬，咱大家就是无这。若要讲阮细俗，我无细三，我有诶无咯，我嘛拄仔讲，但是讲袂出来。为虾米？自然，自然你就会受感动，会讲歹话。有诶人是人天生就会讲歹话啊，是尊贵诶。伊做中节诶，讲话这一点，当然免去修啊。咱咧修心，就是先心心爱互你怨嘛，毋则叫你怨得。会使真人咱害死诶啊！咱咧平常了去有点，毋是讲我人坐伫车，我逐摆拢有够，我无一世啦。你叫做金船，你有着金船在咱的心中嘛，爱清清白白，爱有重视，爱有学好道。咱咧即个金船是当即个天边，咱就有条的。你若礼貌去修道的，毋通安尼轻慢。咱这有一个礼貌吼，有一个礼貌是，我大家分享啊。譬如讲，咱若看到咱的点饭书，伊念坐伫边，伊无可能讲甲我放下来。甲我摕面顶来，安尼即个书有影怪怪啊吼！我是甲看着即个张点凡书嘛，张天书点凡书，伊迄人好着出条味啊，伊着拿起领领的，伊着偷偷来坐后壁咧开会，伊是毋输，输啦。咱个业孙啊，毕竟伊是即个天命就无共款，咱个赶紧通。因红的，这个在咱的环境是咱以此类推啦。所以咧，毛修道，无轻慢，咱毋是咧奉承哦，咱毋是讲哦，因为伊是看嘛，不是，是因为伊的身份地位，咱尊的是尊伊分的，偏偏因为伊是代志，做人好的，受咱条面紧回地，伊是无配合。咱若捌做伊去出国啦，咱就会去体会即一点啦。咱若会注意安尼做咧嘛，讲话谨慎诶嘛。那么再落来吼，时间你烦，所以吼我讲较紧诶吼。再落来爱甲人讲如何来遵守，就去这样做有够嘛吼，咱做同事，来去甲做较好。遵守吼是这啦，毋是咱你烦，所以咱来讲一点嘛吼，咱爱体书诶心。那么思维心吼，伊就是咧救度众生嘛吼，爱到伊个个拢嘛是咧救度这有缘的人嘛，因人会当互伊脱出苦海，当今即个角度，所以伊家己或者是伊会较开讲书为因说法，互因听经文来了解即个道师道义宝贵，互伊会较醒了解会改变，所以会当经上即个。金传系统天地的即条会天字咯，这是书的心，伊的心情吼，心思哪即项名吼，无其他的代志啊。那么当然，即个白羊修炼吼，有成还，其他吼，凡事你家己拢会处理。伊所讲的代表，拢是咧讲即个道具啦，即个天书啦吼。咱体会伊的心，咱就是为伊拢是咧做即个道友的。道友情，有缘的道友的即个行为，互伊会有脱出苦海，会当经常甲落一个机会，因为伊要踏入去苦海，甲要登角路，敢是咱甲决定的，毋是在伊个人。但是咱来帮忙伊，咱帮忙伊就是来讲经说法，改天说法，然后咱来以心喜的做哦，咱来道理就出来为看。伊就会感受啊，就会熟啊，所以有言教用言语用嘴讲的，即种是心教，即个上有效。比如讲，互我讲一个例啊，即个材料吼，材料要入班爱听着你做认真啊，因为较要水啊，欠水，个有看嘛拢安尼，咱台湾都无欠水啊，水源都互有伤济，搁嫌垃圾，安遮济。
袂了，通袂出袂了安尼啦吼。有啊，毋知影通去烧互安尼。啊因吼，就安尼对这点方师啊，对这讲师啊，足重视诶。啊有一摆吼，我就听安尼讲，伊就安怎讲讲，这个意思好听啊。因为这台湾的讲师吼，迄石啊，伊讲因为讲师有石啊。讲话少好听，出旧的啊，讲话出慢，我最爱听。啊，因为咱知影大家咧讲话拢紧，咱讲袂愈叫，啊嘿啦，出大声了，咱就看一个愈过来咱台湾的，迄地方条拢去的啊。因为第一道吼，若要叫第八道的人，伊真较坏啦。咱敢会安尼？咱有修养，咱哪有就咱会安尼？所以这拢是爱读书的。啊，这是咱的心所迄喜欢的一种诶，迄个和，一种的和。嘛，咱人讲诶，咱讲话吼，咱是爱轻声细细。若要个学道，无伫道场啊，若咧讲，讲话嘛好安尼大声咧，惊人哟。尤其做囡仔分道，爱轻声细细。啊，若咱修办道咧，应该是爱把道的字流露出来。你去学习，所以这是重要的。这是体书之心，再来是尊师之本。咱这个修办道、修道办道，伊在办道内底，伊一个团队，啊团队就领导者，然后有一个制度，有种种，这咱爱去遵守。比如讲，互我所遵守的一件小事，互我伊在咧讲，在咧干啥物时间呢？有够流汗。然后无感觉，我感觉应该咧安尼。如果互我就去做阵啦吼，较悬，尽量时间到就做吼。互我感觉互我嘛咧遵守咧，因为这是一个制度嘛。啊，这若咧用道呢，因为这是咱道场的制度，咱爱去来遵守嘛。啊，咱若要要做，咱来方便。啊，方便就无欢喜，就起拄咧，啊，无就讲莫讲啊。你讲就好。你怎么讲诶？我知影咱会遵守啦。啊，所以遵守的份，你个人讲份啥咱毋知影吼。有帮助的，有帮助的嘛，咱有6组嘛，5组嘛。啊，个人爱个人计数机位啊。啊，有时做无好势当然会话，份是咱爱遵守无？啊，安尼代表咱会修养，代表咱会认真，代表咱低心下气。这老师甲咱教。咱袂当叫咱迄大细囝讲，拄大遐烧钱啊，讲甲阮囡这大条，啊伫边仔看，讲这叫做收着人谁甘心？我无去收嘛，收了比伊较好吼。啊，所以讲话啊，种种啊，这内底道理是靠咱家己去体会哦。所以这个教训就是代表咱靠捌，或者是咱做落好，啊，咱爱虚心受教。咱上尾啊，迄个接受来，拄则无你讲的啦。咱有做者考验嘛，因为无下咱的语言嘛是算考啊，啊考有倒无？无啊，考倒袂是多只对不对？所以今仔日咱全部拢是一团遵守上道的人才，来坐多只，这就叫做好讲咯。所以互我简单的介绍，这两项内应该拢做到。啊，这是为虾米奇怪的？爱好之言，这互我拄则讲完啦。这让有水啊，伊到咧这修办道的过程无？那迄点传说安尼讲诶，帮助人才咱会当歇困，你拢袂当歇困。啊，像咱有点传说嘛，讲，咱若是讲电话，伊拢袂当讲啊，我今仔日歇困一个好无？4个行，咱若电话簿，你要办4工，啊，咱人才搁若做事拢有咧论，传说嘛搁来传，拢有咧论。啊，所以讲台为虾米咱爱尊敬嘛是有原因的啦吼，真正是有原因的啦。因为咱爱去头啊，啊尊敬吼，啊咱是初级，啊咱进入中级，爱头啊因的地位，因为伊着敬众先不习德，真正是东西南北安尼吼，咧跟头的，咧走的，对啦，咧点头，啊就来记啦。啊，但是咱做人才无讲。大家咧点就叫你第2组啊，吼，第2组吼，第3组，
是对伊做好就叫做尊孙，互伊做好诶物件，互伊食做好迄小可尊尔，要大尊就是对伊诶行为，伊诶受伊感化然后继续支持，继续伊即个普度众生诶志愿，咱爱有传承。咱爱甲咱诶才华，甲咱会晓诶，甲咱受起咱诶需求，咱诶一种好诶模范，甲伊传落去，甲有缘诶摕出来，甲美德传互伊，甲即个天边迄金山迄个土，即个真道会当使伊有求道学道诶一个机会，然后会当进入了修道，咱就用去做啦这是继续支持。那么在尊孙无学的。了解，再来我要甲咱即个参考的是中道的部分因为拄则有已经宣布毋免讲何为道，因为做迄个讲较详细所以咱直接进入咱爱如何中道，如何来做但是首先因咱的何老先生，伊就是上尾修道的方式。所讲的线话，拢是咱何老先生知的。伊为着要互咱天下的人才、单子人才、讲师干部，会当真正无在多金、以前天面经的即个，才是天母随时所以足重视人才教育，所以开了足侪7天1礼拜的先练班。当时的时辰若要入班，有时阵爱试头路。毋过伫即个时间、即个时势，你通安尼做，因为即个头路你爱做的，若是头路行就无头路咱是有线有关。所以一个时势，为虾米讲师傅拢会安尼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这是属实的，都是应机的。咱真正想要服务在一礼拜的天空书店，咱何老先生带领的讲师，伊家己训练呢，要有即个师傅来迄个干班，爱伊过来教育咱迄个机会他们即摆课啥？课6项，所以爱课行，也爱课仁。即摆真正是爱课咱是地用的天数。我们翻译2个天使，咱来甲即个翻起来咱会晓做咱个经验这走溜的咱鼓励过。那么咱老先生在即个书内底讲，欢喜得感谢节，书欢喜的东巴地转。相信即句话这侪讲师、这侪讲师拢印记在心会记袂记。因为即句话咱印象。